后来继续来到台北的后花园阳明山，嘛日半暝1点落雪咯。有不少的民众嘛是早早就上山要来看雪。除了开车甲骑乌多摆之外，阁有民众是骑铁马上山哦，真阳明。嘛因为这个水汽充足，这个雪是愈落愈大。当然，这个气温也是真低。若要上山来看雪，一定都要穿小穿好，透冻。台湾很难得能够在低海拔的地方看到雪，这一波霸王级寒流的助攻之下呢，阳明山也终于下起了瑞雪了。清晨1点多就开始下，现在雪是越下越大，目前呢路面的积雪都有3到5公分了。为了这片银白色的世界，不少人是唔甘困，天未光就出发啦。凌晨4点，凌晨4点起床？没有，是我不知不觉就自己起来了。可能是伤过欢喜，这囡仔是自动自发起床的，免大人叫，透早就上山要耍雪。丢雪的大战谁赢了？你了。我们4个打他1个。很感动，非常感动哇！看到雪真的好难得，因为现在尤其又不能出国。晨2点从台南出发。对。那时候我们很担心，搞不好到这里就没雪了。大家要冲看啊！人生总是要冒险一下。唔若冒险，还阁享受人生。这阵人是伫现场泡咖啡，享受难得的经验。讲到冒险，袂使无配合这阵伫文化大学读册大学生。我们骑摩托车，然后呢？然后遇到管制那边就只能用走的了。你们走多久？走了40-50分钟有。那为了这场雪，对，有没有觉得很感动？有，快毕业了，终于有看到雪。读文化就离阳明山那么近，就4年内来一次这样。因为上猛的绝对是这阵骑脚踏车赏雪少年人。我们平常有在骑，但是阳明山就是下雪的机会不太多，因为没有那么高嘛，所以我们只要有下雪就抓到这个机会，就是顺便测试一下我们冬天的装备。唔免出国，伫台湾就使享受到国外美景，难得落雪，把机会抢一摆。因过要提醒乡亲，若要上山，山顶的气温真低，一定要穿好袖。